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usan 林小姐。今輯視頻想分享啲咩咧？分享自我介紹。咁過去 Susan 咧係做地產嘅。咁喺最差一個環境咧，Susan 亦都係做咗5年地產。亦都有拍片啦，視頻號啦，小紅書啦，YouTube 啦 ，Facebook 都有拍嘅。加埋抖音。相對嚟講嘅話，睇過我啲片應該都會知道。咁今輯視頻想分享翻，亦都係對之前啲粉絲負責任。咁而家做咩咧？改行，而家做改裝汽車音響貼車衣。咁車個改裝嘅話，有好多咁。相對我嚟講嘅話，算係做翻老本行。10幾年前嘅話，Susan 09年、09年、10年、11年都係做呢行嘅。咁而家咧進步得非常之快，所以咧 Susan 亦都係跟住慢慢學習。我唔係最叻一個，但係我嘅師傅係最叻嘅，手工係最正嘅一個。咁希望大家咧多多支持Susan 啦。咁接落嚟嘅話，亦都會不斷會拍多啲視頻，拍多啲片俾到大家分享俾到大家。多謝晒，一定俾翻個 like 我啦。